好咁啊，儀式方面咧，其實你哋道教嘅儀式又會係包含住啲乜嘢啦？喺有規範嘅儀式咧，嗱，我哋一個係唔可以搭台，唔同嘅家法有唔同嘅法例，係咪啊？即係好似佢而家未來以我所知10月度都有孔祭嘅祭祀模式，係咪司禮傳家？我相信好多人睇一個嗱，因為宗教咧其實個開端我哋有查翻歷史，你都要了解下南北方兩方面。係中國南北兩方面嘅地大物博，人類嗰個生活嘅形態係唔同嘅嘛。遊牧民族係嘛？開始嘅，咁遊牧民族開始，咁你成日趕住啲羊啊、啲牛啊咁樣，對於即係葬禮嗰方面咧，就唔會咁拘謹。因為佢都成日唔定居。但係南方唔係喎，南方以種植啊，話良田萬畝嗰陣時，你見係嘛？又鹽商好多財富。古代冇銀行，好多財富係咪？喺個厲害嘅社會度、名利嘅社會度，佢哋點樣保障佢哋嘅財產？咁就有祠堂嘅宗族制啊，自己嘅祖即係子孫啊，係咪？生得仔多咁啲阿伯啊、阿叔啊，係嘛？咁就太公啊，有太公啊，又分豬肉，搞一個制，即係變相要建立一套制度出嚟。呢套制度就係以前喺我哋嘅古禮入邊嗰啲祭祀，以前嗰啲就因為為咗即係食啦，遊牧民族仲古代嗰啲即係皇帝嗰啲打仗，真係好似茹毛飲血係為食為疆土嘅。嗰個宗教演變嘅過程，都會因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水土，同埋又好似話祭品都唔同啊。10供係嘛？5供嘅物件都唔同。燈花香水果咁好似係嘛？南方有咁，你北方冇嗰種土產點啊？唔通話佢唔啱喎？咁又係，係咪？咁所以我哋其實要開大個心。有啲而家去到有啲苗族，佢仲係行緊婦女為主，係嘛？女性為大嘅。咁佢哋好多祭祀模式啊、火爐啊，咁我哋香港而家想揾個火堆都難，係嘛？真係消防處嚟啦。係啦，冇錯啦，想揾個火堆都難。咁我哋其實都係因應與時並進之餘，亦都係與個地方嗰度嘅觀念去講，所以但係嚴謹性都係講求一樣嘢宗旨，虔誠嘅禮、真心嘅禮係基本。你自己咧？你自己又會係有啲乜嘢特別嘅儀式去做嘅咧？我哋會係用黃老道學嗰個推動喺香港，即係黃老道學係即係正所謂一種有自我管治，有尊重祖德，提倡和諧社會，希望將祖任祖德入邊一種我哋失去咗個文化。由我哋嘅下一代用即係行道嘅形式，即係實踐性，即係唔好講啦，唔好淨係練啦，唔好講啦，要行動，以行動，以練功，以佢哋用佢嘅身體證明咗係真係有呢種嘅哲理、人生哲理。我唔好講佢神聖先，人生哲理先。我有印象喎，因為喺早前嗰陣時候咧，我哋自己都香港電台啦嚇，咁都製作咗一個節目咧，和諧世界，就由我哋從心開始嗰種嘅感覺啦，都有邀請到咧道教方面嘅代表咧。我記得，因為係由我去操刀去剪翻啲片段，你突然間問我又唔記得咗，唔知係咪即係主席定乜嘢咧？咁湯主席係咪？可能係啦。咁佢都有講到類似嘅嘢，因為係佢覺得道教同和諧社會咧係非常之密切嘅咁嘅關係。湯主席宅心仁厚，我同佢相處咗好多年。你大家互相亦都係好想睇個道教嘅發展。開明第一。即係我哋都自己知道道教令到人感覺神秘。如果我哋入邊係懂得道教入邊嘅內裏學術，而真係用一個開明嘅手法，係咪？我相信對道教嘅本質同埋對我哋未來嘅下一代度兩方面都係好。以前嚟講好難講嘅，因為如果道教本身自己都唔敢開明行出嚟嘅，就好多出邊嗰啲就話咗係道教徒，就變咗有祈福黨。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原始道院都係準備緊點樣滅祈福黨呢一啲社會上面嘅社會問題。我哋會落關注社會，我哋自己本身就落去社會表現。去好多區度同好多社區合作。即係我哋第一批跳出道觀，直接入去社區民生，去關注社民。咁我自己本身亦都係研究打機問題添。打機問題係我6年我係同班細路仔喺打機世界度結緣，嚟教翻佢哋修練。而家佢哋喺個道教界嚟講都好多人都知佢哋呢班叫道家弟子。